小弟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比手掌更加大的鸡腿，含4项配菜，好食搁好看上的鸡腿便当，刚才银价啊50块就食会到。花莲这间便当店用料真实在，价钱嘛真的好。那鸡腿便当其他的主菜像讲排骨、鱼排便当，那拢是50块，CP 值真悬。用较早话来讲，就是大碗搁满钱。本来是食饭时间拢排队排甲热热的。 有手掌遮大的鸡腿砍伫顶的，下骹的饭竟要看袂到。另外一边菜侪甲便当盒啊险啊砍袂起来。这粒便当100块唔免，80块嘛唔免，50块就买得到。大鸡，安尼50有少无？有效，赞！我们1个礼拜来5次，5次就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么爱心，我都说他是佛心来的。这间便当店就开伫花莲，计拿到食饭时间人拢真济。那真有人气的鸡腿便当，排骨、鱼排加4种菜，在你境同款拢敢若卖50块。60块以上啦，好啦，这个是卖50块，没有觉得很比较照顾一些在外面住的人。便当店的头家家己咧做菜西瓜子批发的生意。 虽讲菜成本较低，不过嘛，超拢是了钱咧卖。头家希望经济无好，会当用好的品质甲真俗的价销来照顾乡亲。开店开2年外，生意逐工拢下叫。哪一道主菜最夯？最夯吗？都很夯，鸡腿啊，有时候会超过100多个。100多个，最高纪录是几？有时候到180。最高纪录。优惠的便当无限数量，嘛，互网友拢足欣赏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